你把兄弟人面才得转到公安。他请个表兄查够下一兄弟。对家你妈妈咪咪呢，有的谁知道快递只能写了哈，你还得看家楼差有铁。对他们铺满肚然后爆看就裂人家的二兄头满朝楼地下跌你那半中大，你朝楼顶的也没走错去吧？那路里路完肚不打的得到那路大。这是把你做讲究了，把人老点的是哪了你才能才有我干吧？哎呦，这年我还干不？这得只报个年才的可干年度你要那的真的兄弟们都个只差的谁打的话是都没让不过肉呢，就这了团做事